嘛人讲是蓬莱仙岛吼，咱佛山真济吼，咱定定有足济水果拢会使外销吼，咱台湾嘛有真健全的公路啦、铁路啦吼，拢交通非常方便安尼吼，咱这条要来演唱这条吼，叫做台湾小调吼，由许石老师作曲的吼，来介绍咱台湾的一寡吼好风景吼，甲一寡这个咱好佛山吼安尼吼，咱即摆来听咱主国乐团这条台湾小调的一个演出，好，谢谢。